还 OK 吧 OK。刚刚这首歌《雄厚的锦鲤》是歌曲是我写的，歌词是我跟金曲金马得主严云农一起共同创作的。接下来这首歌呢，我要好好的介绍它，因为3月14号要发这首歌的单曲，要正式数位上架，然后 MV 也会正式的跟大家首播见面。为什么我要特别介绍这个 MV？ 因为它是全动画。全动画是什么意思？你知道吗？很贵，几分钟的动画25万嘛。然后因为我就刚好认识了一个朋友，他是迪士尼的动画师。那我认识的动画师也只有这个。便宜的我也不认识，所以就这样做了一个4分多钟的 MV， 这样子，改算啊。这条歌本来咧写的时阵是感觉一开始的出发是我家己徛伫舞台咧唱歌的时阵，还是我要讲国语，会不会有人听过台语吗？完全听过台语的，无嘛，加减拢会听嘛，吼。有没有完全听不懂台语的？好，那我讲台语可以哈。这条歌一开始写的时阵，是因为我徛伫舞台唱歌，拢唱别人的故事，拢唱别人的心声。毋过舞台顶这乐手老师，甲表演的人，拢家己有家己的故事，毋捌有人为阮写过一条歌来唱。我就想着讲，这以前这几这侪冬吼，大家拢家己关掉的隔离啦吼。戴口罩戴到你走在路上，他口罩摘下来，你是谁？口罩戴起来，是你啊，是你啊。所以这条歌就是写来甲大家做伴的一条歌，这歌名就叫做伴。谢谢。世
了一段情，一个家，咱斗阵来换，心予我来牵，一世人一个伴。感谢你做我的伴。